母天文台。农历7月1号，7月1号有办普渡，7月30号要办祭拜地藏王菩萨，还有晚上6点半奉进素食的晚餐。上庙也是，这边那个南新国中的西边公园路，你看艺术作品，钢骨结构艺术作品。远一点还有心灵之具，心灵之千里马，有马的雕刻。第2个礼拜天下午2点的祈会班，好像礼拜2晚上有成全班呢。通常2个礼拜一次，礼拜4晚上8点。6组坛经班，将来呢还可能要开金刚经班。